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3月23，启示录2章40到50安尼讲。若是我有所责备你的，就是你已经离开起头的痛，所以就记得你对倒落跋落来，就反悔，来行你起头的所行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行起头所行的天父，愿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早日、今日，直到永远，永远存在，无始无终的真神上帝。主啊，你是创造主，也是终末的审判。你用听写批对以弗所教会讲话，今日你也安尼对阮讲话。主啊，一个时，阮感觉家己是为着你着磨吞忍，对最歹的也无用允意。阮感觉是对你来热心，总是对人、对代志来冷淡。主啊，阮亲像你对以弗所教会的责备，就是已经离开起头的痛来跋落。主啊，求你赦免，也求你帮助阮，互阮反悔，来行阮起头的所行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